新年头旧年尾，中央气象局来公布到2019年全台湾最后一度的夕阳，是伫台南的安平甲高雄的基顶。啊，那2020年新年第一度的日头光，是伫个台东的三仙台甲屏东的鹅銮鼻。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时间真正过了真紧，好亲像大跨年2019，即摆又搁要迎接新的一年啊！台南安平日头落山非常水，中央气象局公布2019最后一道夕阳，会出现伫台南的安平甲高雄基顶，时间拢伫下晡5点25分。天地这样子，然后跟夕阳是大自然的最美的景色。看完夕阳，参加完跨年，煞来特别迎接日头光。日头慢慢探头出来，2020本岛第一道曙光出现伫个透早6点35分的台东三仙台甲屏东的鹅銮鼻。不过要对这日头光，想要一点仔无共的，也阁会使安尼。会使去坐观赏海洋的船啊，看海天烧莲。嘛会使坐这台铁所推出的邮轮列车，来鲤鱼潭甲七星潭的景点佚佗。毛航空公司甲独家的客户的彩绘机调来东台湾，往回台东甲花莲，陪伴民众迎接2020，互你有一个美好回忆。